理性甲感情兼顾，赵书德利用有闲的时间，摕起画笔做画写书法，坐摆受邀参加国内外展览，摕过袂少奖项的肯定。这次特别应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，南下举办特展。我是一根蜡烛，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，也唤起了全民对中华艺术美学的重视。特展以王德福恩作为主题，分为花鸟、山水、人物、动物、书法多达50多百。作品除了传述基督教的信仰精神，更传达个人心境、亲情，也呈现四季季节的特色，相当多元。他因为个人的修养非常的德高望重，所以他每一个画作，无论是仕女，无论是人物，或者是动物的部分呢，在眼神方面特别的温和美好。绘画中除了会当感受到写实灵动，伫其中也会当看到各位手笔细粉原料的元素，高超技巧创作能力，备受艺文界肯定。今年是台南400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，要互更较侪民众欣赏画作展览，感受文化艺术之美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